咁啱先夜媽收到一個客戶諮詢啦，就係話佢跟過一個經紀就買咗一層大灣區嘅樓啦。咁啊，突然之間咧去到收樓嘅時間咧，咁個經紀咧就冇聯絡。咁啊，經紀早期咧就喺買樓之前就應承咗太多嘅一啲服務啦，同埋一啲叫做現金回贈之類嘅。咁啊冇咗呢回事。咁啊收埋中。咁啊問我呢邊點算？咁啊基本上咧只能咁講係冇乜點算係啦。咁啊只能係自己硬啃噶啦，或者係自己揾翻一啲當地嘅經紀去俾翻啲錢跟翻啲後續又得係啦，或者自己繁瑣啲自己跑動都 OK。咁喺呢度咧就俾少少 tips 俾大家啦。其實就翻到嚟灣區買樓咧，你最好揾翻啲大公司係啦，大公司咁啊，起碼大公司入啲經紀咧講嘢咧就會負責任有擔當少少嘅係啦。哪怕如果佢真係話嗰個盤冇俾到數俾佢哋公司，就回唔贈唔到你嘅，起碼有後續嘅服務完善到俾你，完完整整可以令你少啲繁瑣嘅事情去做，咁就拎到紅盤仔啦。咁但係咧現在咧就跟咗佢買，咁啊後面乜都冇，咁啊又要自己翻嚟搞一趟咁係啦。咁冇辦法係啦，只能話遇人不淑。咁啊大家記住，翻到嚟灣區如果買樓揾翻啲大型公司嘅經紀啊，會揾到好多嘅。